發長期服務獎 ，King Sir 古老鬥資歷深厚，姚子羚 Amigo 人生呢個10年又學咗啲乜嘢絕技？臨近年尾啦，唔少公司都會因應員工嘅表現啦，去調整薪酬啦，同埋舉辦一啲嘅 annual dinner，等大家聚下食下飯，同埋多謝佢哋1年以嚟嘅付出嘅。嗱，員工嘅傑出表現呢，當然要讚賞啊，而長期為公司服務嘅職員呢，同樣值得表揚㗎。尋晚係 TVB 長期服務獎暨傑出員工榮譽大獎頒獎典禮，多位喺 TVB 效力咗10年以上嘅職藝員同事都有上台領獎，更加有多個部門嘅同事得到傑出員工榮譽大獎，真係可喜可賀啊！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梁乃鵬博士更加親自上台致辭，表揚得獎同事，分享大家努力嘅成果。TVB 係一個好嘅僱主，好嘅僱主，咁所以咧就係能夠令到我哋有269位同事攞呢個服務獎。眨下眼又1年啦今年咧就我哋大家都當然要講下過去嗰10個月嘅成績啦。我哋係衝上雲霄前咧，呢度收劇係10分好。即係如果佢跨平台，即係總收視率咧係有36點，有36點，最高收視率有44點。但係我哋香港小姐今年咧係平均收視有30點，最高收視有33點，呢個係近5年嘅最高紀錄。講句最近求證啦，真金不怕無火，我哋始終咧喺咁嘅環境之下咧，我哋收視咧都有29點，最高收視都有31點。咁嘅環境之下，成績係相當唔錯。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啊？大家對 TVB 呢一個大家庭都好有感情，其中古老更加服務咗20年咁耐，仲耐過 King Sir 啊！佢做得耐過我啊，好啊！係我之前開台嗰時，我做咗8年半，今次做咗11年，即係19年半，佢當我半年。哇！咁師兄喎，真係古老係。我係師兄，佢係我師傅嚟㗎。多得 King Sir 咧，所以先有咁多人咧投入到呢個行業。咁啊，多謝 King Sir。唔好咁，唔使講係。我覺得得着好大啦，咁你會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啦。其實無論係你嘅演技啦、做人處事啦，同埋我覺得最大嘅得着係得到好多友情，我識到好多好好嘅朋友係。冇錯，最大嘅得着就係唔好諗住紅啦，有心機做嘢就得㗎。你有冇試過訪問邊個人零舍記憶深刻嘅咧？訪問邊個人啊？或者邊次訪問經歷？哇，好多喎！你知我哋做東張西望，你都做過啦，你都知好多唔同嘅，即係劉德華咯，最難忘嘅，同埋即係呢幾年啦，即多謝東張西望俾咁多機會我做主持，令大家都記得原來吳幸美一個主持嚟嘅咁樣。嗱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要睇下呢一位靚女啊，仲俾一班猛男圍住佢喎。講緊嘅就係幸兒啊，睇下佢哋搞咩？空氣，咁暫時得分啊！最想係自己啦。佢畫翻啲腹肌，畫翻啲腹肌啦。腹肌、人魚線、拳賽呢一啲大熱話題就係 TVB 月曆9月份嘅主題拳擊啦。有份拍攝嘅包括有胡杏兒、黃浩然、黃德斌、崔建邦、袁偉豪、沈震軒、胡樂妍、吳家樂、古明華同埋黃長興嘅。浩然同埋德斌更加要赤膊上陣化身拳擊手，喺擂台上面拳來拳往。不過中招嘅竟然係幸兒噃。我中咗個腹部嗰幾拳。冇得驚嘅嗰啲嘢，打嘢嘅嘢真係望我啊！知道佢咯，好投入啊佢哋。佢拉住我咁啊，負責佢又拉唔到我，咁冇計。咁今日嘅主題就打拳啦，你哋滿唔滿意今日造型先？有少少。睇到個製成品好靚，即係嗰個動感喎。嫌啊，幸兒多步咗少少，可以少翻啲。少步就揾我嚟啦，揾你。都唔關事嘅。呢個係公司嘅安排，我冇辦法嘅。真正出街可能唔係呢套衫，大家留意。大家。其實幸兒呢一日喺擂台上面可以話係萬綠叢中一點紅，要 keep 住舉牌嘅呢一個動作，一啲都唔容易㗎。OK 啊，又唔係好重咯，練下啲拜拜。冇啊，都唔能講。哇！我喺你哋面前真係要出晒譜啊！你哋嗰啲犀利咁啊！
快板幫佢好多啊，相睇。咁啊，振軒同偉豪撳唔撳得住佢哋啊？因為佢好玩啊，所以盡力大家都搽咗個花生油喺個身度，或者係佢先知嘅啫。我哋即係 TVB 有個木人巷，呢度有個少林寺巷，有啲唐人喺度啊。除咗浩然同埋德斌喺台上面出拳用力鬥餐飽之外，其他人一樣好入戲㗎。我哋擔心㗎，我擔心你攰啊！你舉咗凳舉咗成陣啊！咩晒氣？我驚佢攰時跌出凳落我頭度啊！你見到幸兒咧舉塊牌舉咁耐咧，佢足足舉咗30幾分鐘，我真係覺得佢應該係最辛苦嘅。係啊！最開心就我企喺幸兒舉喺手牌嗰個位咧，覺得非常之清幽嘅。冇味係嘛？係冇影彩啊！好彩啊！慳食就係人慳先最多嘅味就喺晒我哋啲男士身上。我哋會唔會聞咧？好啊！可以玩啲咁嘅嘢，好清新。哇！好清新，唔緊要，醒你啦！每一個都係一個演員啦，咁佢哋大家之間可能喺每一個場面裏面，我哋都好似有一個故仔去交代嘅，咁變咗佢哋好似演員與演員之間，佢哋一個即係張力啊，令到件事好似好有劇情嘅氣氛。